后来指挥中心嘛来公布，明仔载10月初5开始，伫个山南海边啊等等空旷所在，若是会当确实维持着社交距离，安尼就毋免搁来挂喙罨。高雄的西雅湾甲茶山，有袂少的海影客甲登山客拢讲真欢喜，总算毋免搁挂喙罨来做运动咯。但是嘛有人认为，中央无甲空旷这个定义讲好清楚，万不因若是喙罨摕掉去互罚钱，安尼毋就真衰。讲感觉上中央是甲这个责任撒互民众。天后白光高雄西雅湾路袂少的阿公阿嬷准备要去受水，不过落水前，这喙罨拢一定爱挂好。这样呢，有当时啊，用要袂喘气呢。起来先挂吼，口罩先戴面。有人感觉挂喙罨受水真艰苦。面对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讲，10月初5开始，伫山区也是海边啊，只要保持安全社交距离，运动就会使免挂喙罨。有人讲无挂怪怪，戴习惯了吼，不戴反而怪怪的。因为挂了惯势啊，感觉怪怪啊。来到高雄的茶山的登山口，有民众认为讲，疫情警戒以来，挂喙罨伫爬山真正是有够艰苦。走了超过一半就会觉得开始呼吸困难了，比较完全看不到人，就会偷偷把口罩拿下，稍微透一透气。毛乡亲讲，虽然讲中央讲会使免挂，不过嘛继续挂喙罨。还是要戴着比较好，因为我们台湾人就是比较会爱惜自己的生命。毛乡亲认为讲，中央这个空块定义无清楚，敢讲要将责任撒给民众。可以脱下口罩，并不是说强制要脱下口罩啊。不过有人的时候，尽量把它戴起来。台湾疫情警戒以来，挂喙罨的行为，即马大家拢惯势啊。过来就是疫情还未完全的消失进程，咱乡亲议员唔敢大意，就惊我若小可放松，这个疫情会搁爆发。